这个武汉肺炎对产业嘛造成冲击。台湾主要的电子大厂，像鸿海、和硕、甲友达等等，1月份的营收减2成。不过市场对台股也是充满着信心。今仔日的台北股市起89点，以11664点来收盘。分析师讲，到3月了后，疫情对股市的影响就会慢慢来缩小。我 VR 目镜一日专属椅仔顶，台湾厂商伫市景，尤其是投资真济，因为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，中国供应链元气大伤，台湾资通信企业恐惊会领一站啊。那么就算开工了，工人能不能进得来？来了以后是不是要健康管理？哈，这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。整体来讲，应该是会减产了哈，减产20-30%。台湾玻璃有17个厂伫中国，董事长林碧峰对这摆疫情无多乐观。电子业搁较惨，鸿海1月份的营收减3成，甲2019比起来减1成，可惜一个月减2成5，友达创下11年来1月份单月新低点。红色龙头伫外讲嘛来到将近8个月的低点，伫中国过年以及肺炎的影响下，敢若台积电有法度共款赚超过1000亿。到2月中下旬，甚至到3月哦，应该可以恢复相当程度的一个产能到6成。那回到整个股价上面，反而是相对是比较持稳的。虽然电子业1月份的营收比估计还阁较低，不过市场反应是老神在在。台湾股市开盘起40.18点，中会11600点，中昼的时伫11660点，伫波动，同款有小起。台湾的厂商若做好准备，无得较危机就是转机。